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8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9篇21节到31节，以西结书20章33节到44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第6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活出律法。对犹太律法主义者的角度来看，律法好那亲像用来咧牵制人是一种死的律法律法是死的，嘛有另外一群人，比如讲较追求灵魂的人，因会误解啦因认为讲这个属灵呢的人是自由的，无受律法的规范限制。到底律法是什么？近代神学真出名的这个神学家古伦神父伊捌出一本册，伊的名叫做《活出十诫的真自由》。有机会应该爱好好来读这本册啦对咱了解解明律法有真大的帮助。以西结书20章33节到44节来讲到至高的上主讲：我知道永远的活命入世，我要做王，伸出大权能的手伫你恁，要将我的大受气摒伫恁的心上。我要伸出大权能的手，用摒出来的大受气将恁对万民的中间带出来，对分散的列国来聚集恁。我要甲恁带去外族人的旷野，当面甲恁审问。我早前安怎伫埃及的旷野刑罚恁的祖先，现在要照安尼来甲恁刑罚。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告：我要严严管教恁，亲像牧羊的牧者管教羊群，互恁遵守我的约。我要对恁的中间除去悖逆甲得罪我的人。我要甲因来对寄居的所在带出来，毋过因袂当转去故乡以色列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关系恁以色列人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：虽在恁若无要服从我，做恁去拜恁的偶像，毋过恁袂用得搁献祭，互偶像来亵渎我的性命。至高的上主讲：恁所有的以色列人要伫我的圣山，就是以色列的关山来敬拜我。我要接纳恁，搁爱恁大祭物、初熟的这个农产物，甲一切神圣的礼物来献互我。要对万族的中间甲恁带出来，甲恁对四散的列国聚集我来。迄时我要接纳恁，亲像接纳芳芳的祭物。列国要因为恁知我是神圣的，我要甲恁带转去伫恁的故乡以色列，就是我应允要互恁的祖先的土地。迄时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恁要伫遐来想起以前所做一切拍拉三家己的事，因为家己所做邪恶的事厌恶家己。以色列人我为着我的名，无照恁的邪恶甲恁所做的歹事，甲恁刑罚的时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至高的上主安尼来宣告以色列人伫领受着上帝的恩典，带领因离开埃及，然后因领受着上帝透过摩西颁布的10条诫，开始来学习来认捌上帝。所以咱知律法是上帝赏赐予以色列人的一种的生活准则，是为着要引带因伫生活中间，搁较下伫上帝的标准，
可是咱知影以色列人游玩咧军队遐看会到的偶像，敬拜遐的偶像来离开上帝真理的道路。最近咱拢咧讲到安息日吼，一再咧提醒讲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的主。今日的经文，咱也看到耶稣进入的会堂了后，拄好拄到一个正手来高大的人。耶稣基督马上就爱伊来到伫中，并且爱伊伸出手来，然后伊的手就得到医好。一群迄个教律法以及法利赛人就伫听候耶稣基督有出问题吼，准备要来想办法要来甲伊告安尼啦吼。但是耶稣基督透过这件事，安尼来挑战因讲救命甲害命，倒一个是活出改命的规定，这是足重要直接的一个挑战咯吼。路加福音第6章第60到61节记载着这段的对话甲互动。另外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入去伫会堂教示，伫遐有一个正手打起的人，有一寡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，伫等待看耶稣伫安息日会甲伊医治啊无，通找空房来告伊。耶稣知因伫想啥物，就甲手亏去的人讲起来，来徛伫中央，伊就起来伫遐。耶稣就对伊讲：“我问恁，伫安息日做好事，还是做歹事？救性命，还是害性命？倒一人下伫律法？”耶稣就一个一个甲因看，然后对迄个人讲：“手伸出来。”迄个人就照安尼做，手就复原。迄个人非常生气，参详要安怎来对付耶稣。诗篇109篇21节到31节，至悬的上主讲：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来好款待我，叫你至善的慈爱牵救我，因为我散遮困苦，我的内心受伤。我的血数亲像日影渐渐车，我亲像草莓啊，互人绊倒。我因为禁食，骹头乌酸软，我消散落目。我受因的诽谤，因看到我就害头。上主啊，我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照你的慈爱来拯救我，互因知这是你亲手所做的，是上主你所做的。因虽然咒詛我，你会祝福互我。因起来攻击我的时，会拄着见效。毋过你的仆人会欢喜。求你互我的对敌用凌辱做衫穿，用见效做袍麻。我要用我的嘴大大感谢上帝。我要伫正人的中间来称赞伊。伊要伫迄个善者的人的正平，救伊脱离迄个伊死罪的人。感谢上帝赏赐阮救恩，互阮会通成做迄个军队者，来恳求上帝来帮助阮，愿意遵守你的诫命，活出诫命的性命来见证主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求，阿们。